人人都想揾一片世外桃源，但係如果佢唔係天堂，而係輪迴前嘅一場千年噩夢，我哋又係咪可以放下一切，尋獲新生？大家好，我係 Mr. Rabbit，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《世外》呢一部由新生代導演吳啟中執導、楊寶文監製兼編劇嘅香港動畫長片，改編自日本作家西條內家嘅小說《千年鬼》，歷時7年製作，融合手繪水彩同 3D 技術，講述亡魂喺死後中轉站世外，面對執念同轉世嘅奇幻旅程。作為一套香港出品嘅動畫電影，聲演陣容當然非常重要。其中鍾雪瑩聲演小鬼，蔡曉彤彤彤聲演小妹，謝安琪聲演天女，張繼聰聲演黑天，仲有柯偉林太妹等參與。世外片長達到111分鐘，上映後可以話係大受好評，已經入圍咗安石國際動畫影展金馬獎最佳動畫。同時美國 GKIDS 亦都已經買咗北美嘅發行權，係繼麥兜故事之後，香港動畫再次揚威國際。喺睇電影之前，我冇特別去了解故事背景或者去閱讀原著，係隨住劇情嘅發展，我先知道原來佢唔係一部兒童向嘅動畫，而係一部披住童趣外皮、融合東亞美學同佛教哲思嘅跨世代史詩寓言故事。首先必須一讚嘅係佢嘅視覺效果真係非常出眾，由動態繪本風格如水墨般流動嘅死後世界，再到現實入面中世紀嘅幽冥古殿、農業時代嘅饑荒田野，再到工業革命嘅機械叢林，每一幀都可以話係好似畫咁靚。如果唔講，實在難以想像佢係一部香港出品嘅動畫，完全係可以媲美日本甚至世界嘅舞台。由此都可以知道，香港唔係出唔到咁樣水準嘅作品，只係欠缺資源同埋支持。另外，令人印象深刻嘅仲有打鬥場面嘅調度。片中嘅戰鬥雖然唔多，但每次出現都伴隨住強烈嘅節奏感同速度。黑天同鬼怪嘅對峙就好似睇緊熱血動漫嗰時嘅打鬥場面，雙方飛嚟飛去，劍拔弩張，但又唔會話鬆郁矇，觀眾完全知道發生緊咩事。而呢一 part 亦都係電影入面嘅一大娛樂位。講完電影嘅畫面同視覺效果，我哋而家就去探討下劇情。而家開始就會涉及劇透，如果你仲未睇，可以先撳暫停，睇完電影之後再返嚟睇返。故事係從小鬼嘅日常開始，佢嘅職責係引導亡魂去投胎，但係突然遇上唔願意投胎嘅小妹。同小妹嘅相處令小鬼慢慢嚮往人世嘅體驗，但係都慢慢揭示小妹前世嘅遺憾。原來佢有一個心結解唔開，但係呢個唔單止關乎小妹，更加可能影響整個世外。於是小鬼受天女之命，聯同武士黑天，橫跨幾個世代去幫小妹解結。小妹幾世嘅悲劇亦都層層揭開。原來佢曾經作為小妹本身、公主、農民、工人等等生存過，經歷過好多悲慘嘅結局，而小鬼就一直伴隨喺佢身邊，防止佢黑化，去幫助佢解開心結。喺角色表現上，我會覺得3位核心角色嘅形象鮮明，包括小鬼嘅忠誠、小妹嘅天真同憤恨、黑天嘅俠氣，交織出一個非常動人嘅故事。而且角色背後嘅聲演應記一功，尤其值得稱讚嘅係鍾雪瑩同彤彤，佢哋用廣東話注入咗角色應有嘅感情深度，睇嗰時係完全唔覺得出戲，所以我係唔認同有人覺得佢哋錯聲嘅講法。唯獨不足嘅可能係太妹聲演嘅公主，佢嘅配音有時聽落唔係特別順耳，唔算同角色特別相容，可以話係有進步空間，但係整體而言都係瑕不掩瑜。喺成套世外裏面，其實係帶出咗唔少嘅對立面，包括善良對憤恨、世外對人間、輪迴對執念、放下對怪物等等。而世外就係撇除呢一切，一個有條理嘅中轉站。天女代表住規則，黑天代表住秩序，同人間嘅混亂慾望形成鮮明嘅對比。事實上，小妹嘅每一世，佢同時係受害者，亦都係加害者。第一世佢無意間食咗細佬，第二世佢因為父王嘅死而逃村，第三世佢連累全村被屠，第四世佢目睹家姐被誤殺，於是化身人鬼需要報仇。冥冥中一切都係互相對立，如同善良同悲劇綁死，而小妹就困咗喺入面，冇辦法逃走。
但係故事嘅結局帶出咗善良嘅重要性。即使小妹佢已經體驗咗無數嘅苦難，甚至一度黑化成鬼，但係唯有小鬼令佢記起善良，佢先知道可以點樣返屋企，點樣擺脫混沌同嘈吵，點樣去擺脫心結，返去屬於自己嘅平靜歸屬。好記得小鬼喺小妹旁邊講：你其實好善良，只係你唔記得咗。而小妹最終都被喚醒，得到解脫。我個人非常之中意小妹踏住不堪嘅回憶，好似跳舞咁去投胎嗰一段。嗰一刻，佢終於體探咗所有嘢，人生種種就係為咗嗰一個時候。整體而言，電影嘅視覺同音樂非常出彩，成功營造出磅礴嘅史詩感，劇情深度亦都有。聲演方面，彤彤、鐘雪瑩、張繼聰等亦都做得非常之好。但係講到電影嘅不足之處，第一，我覺得佢有好多設定可以解釋得再清楚啲，例如世外嘅世界觀，其實主要係靠一開始嘅獨白去帶入，而幾世人生嘅故事線同劇情都有好多嘅唔合理，例如點解公主因為誤以為父王被殺就要殺害咁多無辜嘅人，又點解農民會突然間反抗，又一齊自殘去換取糧食。另外，剪接同節奏，一開始有大量嘅插敘，略嫌係有啲緩慢同跳躍，需要觀眾有耐性去慢慢代入電影，先可以完整理解故事嘅發展。不過總體而言，《世外》都係一套非常之值得一睇嘅作品。佢唔單止展現咗輪迴嘅奇幻，亦都促使觀眾喺充滿憤怒嘅世界入面學習放下。而齋係畫面同思考深度以及香港製造，就非常之推薦大家去大銀幕欣賞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係 Mr. Rabbit， 大家又係咪中意《世外》呢套戲呢？對於輪迴嘅主題、聲演嘅陣容、劇情又有咩諗法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